你哋成日做新貨，你哋幾時有得放流？今日我就喺倉庫招咗一批貨出嚟，準備放流俾大家。都係18K 金嘅雙嵌件，大家可能估唔到，遺孀款嘅黃翡，你睇下，唔使1萬蚊就可以搞掂。呢個葉子中籤價錢，呢個係飄蘭花嘅葉，呢個滿綠嘅簡約嘅無事牌，幾千蚊就搞掂。呢個細細個嘅紫色嘅平安球財神，大家之前都有問到我嘅，都係幾千蚊就可以。咁大個甜甜圈個款式呢，確實係早2年嘅款。咁錢而家亦都攞出嚟放流俾大家，使1萬蚊就可以搞掂，1萬鬆啲嘅價錢就可以請到啲冰紫色嘅，仲有呢個咁厚重嘅白冰嘅福豆。仲有大粒嘅綠飄花嘅葫蘆，全部都係好厚底可以揭蓋嘅，精緻少少嘅種水好厚嘅一個小福瓜，上邊呢仲有一個水滴嘅紫色，都係1萬鬆啲。咁如果大家可以去到2萬多啲嘅呢個種水好嘅平安球，之前有朋友問嘅如意滿箱嘅。大家睇下呢度都應有盡有，仲有呢啲款式，紫色嘅大嘅冰葫蘆，呢個葫蘆款你睇下去到36嘅長，光葫蘆嘅螺件都去到26，所以呢款嘅大葫蘆呢，前呢度都係2萬多啲就可以請到啦。仲有一個咁大粒嘅大膽面，去到21嘅長，接近20嘅寬，佢厚度亦都係好夠，光雙嵌都用咗萬幾蚊。呢種小萬就可以攞得咁大粒、咁厚重有質感嘅大膽面，其實係好難嘅，只有喺源頭放流你先可以攞到。如果大家有中意嘅，不妨可以執漏一下，關注錢請翡翠，齊慳。